不得失閃現着神采，談若熾熱，會在腳邊多。誰當初無心將眼放住後，然後留低只得這寂寞人，仍是你們密友，愛慕你們熱吻，應該傷感還是快感？能迴避嗎？我怕了，當那電燈膽黏着你們來來回委曲中受難，一個我被撇低，卻又很不慣，要走的一剎又折返。平時夜晚我故意當那電燈膽，他若你們越長時，若替也不難，善良人埋藏着最壞的心眼，夢想一天你們會散，會說我嗎？對換了你身份，可應該滿足，情人還是自己都擁入懷抱，同情或眼淚，讓結果得到。停低的原因，一世的秘密，其實明知只得我是愛人，仍是你們密友，呆望你們熱吻，應該開心還是痛心？能迴避嗎？我怕了，當那電燈膽黏着你們來來回委曲中受難，一個我被撇低，卻又很不慣，要走的一剎又折返。能承認嗎？我故意當那電燈膽，他讓你們遠長時，一切也不難，善良人埋藏着最壞的心眼，妄想一天你們會散，會說